对遮开始搁定读起啦吼。毋过也有一件代志爱烦恼，我掠着迄间发电所的所长，咧甲迄三个倒翻斗战手帮批咱总机关内底，阁有人去结交联邦党，嘿，阁有背骨的咱太无清气，你毋着赶紧互迄个所长开喙。阮同事甲迄位所长压转去总队问话，伊犹未讲联邦党迄边是啥物人咧含伊记者，拍算迄老查某挡无几点钟啦，是讲林书甲地后捧起来吸一喙，才刷落去讲，咱到当创着长着拢是即款一叶两叶的圆啊，下底迄拳头甜甜假假，咱还杀无。总理大人，咱毋知总机关内底有偌济联邦党人，我感觉这评迄个所长本身佫较要紧。10几年前，旧政府嘛是安尼，互因套入去。话若讲，总理手若去梳家己的边仔，联邦党的排心独行，我是知。照你看，即件代志咱安怎烦恼？咱爱有一阵会当调查逐个机关的特别大队，伊也刷往总理的办公桌，领事坐停讲话。即阵特别大队会使互我指挥，专门敲测甲查某妹投入来的联邦党。阮对接往总理府甲行政署汇报。领事啊，32岁互你做到副大队长即件代志，总机关偌济同志。带咱卡接后，你讲话你敢知？即句话偏正型超工讲较细声，拍算迄几个啊，徛伫门口的示话也听无。迄个人也知影真侪人伫伊目后咧讲是非哦。听见总理安尼警告，领事颠倒要对伊递请求。总理大人。我较安怎就是伫总机关食头路领薪水的警察尔。上要紧的代志是咱要安怎压制联邦党，安怎甲因杜真。现主时干那一步会当保全总机关、保全国家复兴的机会。这我爱含别个顾问参详。总理目头角角，点一个头表示家己知影领事的意思啊。要搁开喙的时，一位侍卫自门口前，我来鼓伫总理身边细声闹。总理的一个手，办公室的两片门帮搁拍开。王善要来塔，毋先讲一声啦，来坐。总理镜头大两个，点两个吼，爱侍卫甲椅仔搬来领事的正边。一个60通岁的阿伯啊，看看啊行入来，迄粒头剃光若好相，伊喙下斗，一撮白喙鬚，穿一束米色滚钱的猪肝色长衫。手掼一罐即个乌色珠啊，听讲是用石青做。这位阿伯也是总理府的顾问王梅林。杨领事知影这两天总理要去保安总队开会时，拢会带伊。头先王梅林干那是替总理咧相命的，毋知总理是安怎互伊做到。国情顾问，搁去换几若个
保安总队的武装开发计划。杨灵书捌叫下骹手人去调查王梅林。王梅林是读古建关的军校毕业，毋知安怎踮入军做到上尉就退伍啊。杨灵书手头报告讲，伊退伍了后，家己去学替人看风水地理。伫石门迄日有一间店面，照古建关的税务资料，伊迄个事业趁无偌济，趁无啥物钱，主要是领退休金咧度日。过开前上尾一笔资料讲，有一天因厝里人找无伊，去报失踪。落尾，互警察发现伊倒伫天武区的一位树林内，毋知人去。伊互人送去国防病院，自安尼伫病房倒20冬，过开5年才精神。总理大人、副大队长，甲恁交扰。王梅林对总理甲杨灵书行礼了后，才坐落来。我下晡伫暗室静坐时，看见一寡影者，爱来向总理大人报告。王梅林先生求见，总理有要紧的代志，向我长咧会。先生，你拍算爱稍等一下。杨灵书身躯小滑往王梅林迄边，想要看迄个人是安怎过来甲伊垫骹半手。原底杨灵书按算讲，今年会当升做保安总队第5大队的大队长，无手煞互人调去做副的。听讲是王梅林互总理的人事意见。迄正正就是我踮暗室看见的一项物件。副大队长要讲特别大队的代志，要讲大队长的代志对无？王梅林甲事话听互伊的小弟捧起来，哈一喙，含半分钟才吞落去。德山的红茶，真久毋捌食着。今仔日入来总理府进前，灵书毋捌甲特别大队的想法别人提起。王梅林敢是伫办公室外口听见伊的声？自早灵书就咧谣言讲王梅林有家己的地下情报组织，而且会当甲联邦、非政区甲总机关内部的机密拢报互总理。是讲头拄仔的代志，安尼鬼蛇敢有通？王先生有啥物关系？特别大队的指示讲来，阮听看卖。总理叫王梅林紧开喙，无过言。副大队长智勇相传，照我下晡所见，特别大队的确是咱上好一条路。看袂通即个人有啥物暗行。王梅林安尼讲，颠倒互灵书听得搁较碍热。看总理注心咧听，杨灵书也找无空芳甲插话。是讲咱总机关一寡同志，敢若看到副大队长连笑得意，看无伊的才情。特别大队要甲因压落无遐简单。我感觉总理大人会使搁经一位家己会信用的代表，倒伫副大队长身边，但不时总理府汇报，也通好别个同志，表明总理真注重特别大队的调查。杨灵书才知王梅林是要甲特别大队的计划为家己手中规碗捧去，决定袂当互总理听王梅林迄支喙。总理大人，好啊！总理正手伫桌顶空两个，规间办公室一时点落来。那安尼，我想要请王先你以总理府特别顾问的身份去监督这阵特别大队。你看安尼敢会使？就照总理大人车遣，王梅林面笑笑，目尾挂先搁掠灵书这边比一下，目尾改成搁掠灵书这边比一下。杨灵书的手咧掣骹咧掣，手咧粘，骹咧掣枪杆拼出来，毋是惊吓。伊知影是家己腹内一拍好，拢点倒，
要甲跌落去，爱用规身躯的气力。多谢总理大人甲王美林先生，杨灵书徛起身，总理甲王美林告辞。3年我甲昨昏呢，搁重读一遍，我实在昨昏就家己也毋知你读啥，读甲搁爱困吼。即嘛大约知影啦吼，就是讲，即个杨灵书一来报告吼，我大约讲一下吼，杨灵书一入来甲即个总理大人报告。代志才拄则要开始讲起呢，一个叫做王美林的就入来吼。即个王美林是真传奇啦吼，怀疑就是伊是替即个总理大人去算命吼。王美林是较早是陆军上尉退伍了后一工，本来是去学看风水嘛吼。有一工煞，互人发现讲伫咧天母迄边煞昏昏倒去吼。人甲送去病院了后，伫咧病院住20几天吼。了后伫咧即个隔开5天前，伊才醒过来吼。才醒过来了后呢，就是即嘛吼，直接会当对总理大人报告吼。总理大人对伊信到达吼，信告啦。好，咱继续看下吼，就是杨灵书要总理大人报告的时阵呢，即当阵即个王美林入来讲有啥物代志要讲安尼吼。本来即只就看出讲杨灵书含即个王美林两个人咧相争啦吼。杨灵书讲王先生，你歹势，你还小等我等你含总理大人会一寡代志吼。结果王美林讲你是毋是要讲某物代志吼？迄代志就是我即嘛，我就是我下晡所看到吼，我看到一种影子，所以我就是为着这要来报告安尼吼。好，所以拄则看到讲，即个本来即个杨灵书要成立个什么特别大队，结果规个计划拢去互即个王美林规抢去吼。总理大人就讲照看就是讲，以总理局特别顾问的身份去监督即个特别大队吼。所以王美林就变成讲已经抢了即个位吼。杨灵书煞规个人煞无气力去啊吼，所以就讲安尼吼。伊讲多谢总理大人甲王美林先生吼。杨灵书徛起身，总理甲王美林告辞，伊就要走啊吼。伊知影家己也无才调和王美林来对写，而且佫了时间嘛无意思吼。讲灵书讲，志气即条路是袂通，咱着行别条吼。要做大位，即嘛先啉一时啊吼。伊伫心内安尼家己讲，我会来转去保安总队吼。明仔载我要甲特别大队的计划书写好，才来交互秘书处。杨灵书对长官行礼吼，行礼我咧对总理办公室行出去。副大队长，你万请示总理。我下晡看见的影子，也想要互副大队长看。王美林出声，爱杨灵书留落来。总理叫办公室的侍卫拢出去外口，大办公室的门扇，互因关起来。灵书行转去坐伫总理的面头前，迎着王美林为黄帽所在，甲一骹乌色裤仔甲伊扯出来，佮撩一个。即个了，佮看一个就对了吼。迄骹裤仔的材质，甲王美林手竿迄竿珠啊是相像吼。光照袂透，也无法度反射，袂输是互石肉去吞入去的，吞入去内底安尼吼。单歹势吼，我就无爱甲我拄则讲，读个佮重讲一遍吼。我甲昨昏读个佮重读啦吼，读到即嘛，读到遮吼，就是王美林含即个杨灵书吼三更了后，即个王美林甲即个叫杨灵书小留落来一下吼，我要甲即个总理报告代志，先煞要互杨灵书听知影。国家复兴的机会伫要到啊！这是明年4月20号的情景哦。
所以就是敢若一个啥一个乌色的裤仔会当看着就对啦。王梅林甲迄骹乌色裤仔吼落伫手内，落伫手呢吼。杨灵书听起伊伫边仔冷吼熬念，毋过声音甲喙型煞无对同吼，亲像两出电影的声甲画面吼对换过来。伫电视内团内厝的时阵，即只是写罗马字吼，但是我真正看无伊咧写啥吼。啥物叫做电视？伫电视内团内厝的时阵吼，灵书知影讲王梅林是对家己甲做伫面头前的即个总理咧讲话，总是伊听无王梅林咧讲啥。总理办公室的窗仔门甲吊顶，毋知安怎煞直直显袂煞吼，奇奇怪怪吼，咧叫。即马王梅林声改成是为头下裤的所在所传过来，自头前会使交出人无几画片，所以你看，我即马总算知影伊咧写啥，为虾米写一堆人拢看无，就是灵书根本就听无伊咧讲啥，啥物，我这汉语我都不晓读哦。边哥成太暗人电力吼，这拢是看无的吼。灵书听见佫一个人咧讲话，迄个人凭王梅林佫较幼声，和总理也无共。有较足一个官贵平见请通讲想无要无底要一个嘛是想无中间，想无中型。当时啊，伊家己也倒着王梅林咧。早念吼，一字一字用灵书渐渐听有，迄是啥物意思？要解释，也是伫头壳内底思考遐个概念煞无法。灵书双脚踏伫点仔街路，规仔路看无人影，所以到遮故事一个砍赞吼。佮来是灵书双脚踏伫点仔街路，规仔路看无人影。圆圈迄箍位啊，有老仔厝底。稻禾咧烧，火焰对楼窗冲出来吼。路头迄间白色宫殿甲南部的联邦议会宫，成甲无完立体。议会宫正面的大路呢，一个搁一个平仔车劈过去，腰要甲涂骹的称子壳翘起来，手摸会着的重的温度，闻会着的称腰的味。毋过要互一粒。用野小可震动都无法度，有影伊现主时的体验，毋是发生伫实存的世界，这就是王梅林影集内底的情景。哦，佫精神的是，杨灵书发现家己徛伫总理府大办公室的门外，乌色的插门关条条，是话甲因带对楼骹，王梅林也徛伊的身边。副大队长，我阁有一件代志爱和你参详。两个人要行对总理府的南门落楼的时，王梅林咱问起发电所内底的代志。伊讲下晡伫发电所的时，拄去所长甲迄阵联邦党的人，你阁有参啥物人见面？我阁有甲3号寮的一个。感受叫去问话吼，我阁有甲3号寮一个感受叫去问话。我感觉迄个查某头壳小可有够样，讲家己会晓替人算命，本底要掠，毋过三无啥物证据就准煞。灵书想无王梅林有啥物用意，停骹落来听应话。剩的就干那发电所的管理处的人。今仔日我为影者看见你坐伫发电所的所长办公室，副大队长，你面头前有一堆乌云，一片冒烟，冒烟啊！我这平常过早，这汉字毋知是啥物意思。迄个会晓算命的查某吼，秘伫影者看袂透的所在。王梅林的声也是真得定。
毋过杨灵师有听见迄下底即时，佫加添着一种激心着急的情绪，将伊拿来。最后讲将伊拿来，甲伊掠过来的意思啦吼。好，第一章到这结束吼，过来第二章试测。过开8年8月3号下晡3点，一梯有6个人按复兴第一发电所的大门行出来，其中2个就是陈新芬甲柯云玲，因也毋敢甲欢喜的心情伫面顶表现出来，嘛毋知未来敢真正有欢喜的机会。日头当咧赤。因出来进前，才洗身躯、洗清气，一个踏到外口，随个流汗，流到颔棍后黏踢踢。6个人徛伫发电所外口迄个公车站，抓时间表直前，袂输公车若较慢1分钟过来，发电所念伊就会反晓要抓因转去。新芬有想讲，敢若会甲边仔的人交换联络方式，还是命事？总是若因即时自像人变做朋友了后，逐摆见面，毋是拢爱输起伫发电所的即段过去。凡是别人所想，嘛甲新芬共款。一群人徛伫公车站的离岩卡，这是要怎读啊？连岩下啦吼。长半声讲，这是咧讲啥？看无。过开了后，治安总机关推行这个燃料管制，加油的奥多摆、汽车拢袂当上车路，公车嘛无过开前遐侪班车，等40分钟才等有一班公车去市内，6个人做一阵上车。经伫无共排的座位，新芬甲芬玲坐去公车上后排的位。即马平中昼时较凉一寡，毋过日头光照伫路边，甲车顶的玻璃，还是互人目睭踢袂开。公车内底无放冷气，窗仔开，车咧行才会有风吹入来。2人拢派一骹发电所所送的蓝色布袋出来，伫因的衫裤、起面啊、纱纹、泡面甲棉啊等等，堆因的衫裤啦吼，即个堆哩吼。新芬甲家己的手指抱吼，摕咧手顶咧看，笼仔内3顿是食发电所的，毋过别项杂碎物啊，拢着家己开钱买。入去发电所时，会分着一本寄金簿，所有财产拢爱寄伫管理处。若外路啊趁着的现金，新芬拢是收伫家己的身边安全的所在。早起，新芬举一支鉛笔伫面床顶咧算，家己踮发电所内底拢总欠着204500块，拍算有够伊甲芬玲2个人去到合掌国。新芬站甲芬玲按定讲出来，头一步是要和伊的小妹甲老爸联络。淡水市对外的通讯无利便，较好个会当伫乌市买着非建区偷查入来的随身仔甲网路卡，总是新芬甲芬玲无即款的用存钱。因伫5号寮，一个朋友是半冬前才入去发电所。朋友讲，去年12月总机关才开放，互公共电话会使敲去国外。淡水市的公共电话爱插身份证入去，才会当敲，限时5分钟。风声咧传讲，公共电话会互保安警察监听，毋过无人会得做证。复兴第一发
复兴第一发电所伫淡水市外缘，过新店区的一位尖山骹，正门是一条东西方向的大条公路，东过桥到景尾，搁倒弯500平就是大学区。照杜志石迄本总机关电信局的谱啊，上近会当敲去灰建区的公共电话，伫大学区的普通大学迄只。伊这讲的是迄个新店，就是新店甲即个新店景尾啊，即个啥台湾大学啊，吼，即到位啊，吼，公馆即只吼。你若对遮有熟的，大家伊咧讲拢知影吼。讲上近会当敲去灰建区的公共电话，伫大学区的普通大学迄只吼。大学区伫淡水市南边，永和景尾甲东区的中间，拄好因坐迄班公车会到。过桥了后，公车驶去南北方向的通宁路，规路拢行伫车路上中间迄撮。规啊路两边互报废的汽车、碰椅、冰箱甲篷布迄类的物件，拢扎起来，叫做迄个是我袂晓读的。唉，这是条工你考我了对啦，我。汉字用甲遮深着，一摞一摞吼，加墙啊吼，或者是残花叫做一摞吼，一摞吼，一摞还是一摞，一摞还是一摞，一摞一摞一摞吼，拢会使三音啦吼，摞摞吼，拢是残花土地界限的意思吼。讲叫做讲迄寡路两边吼，汽车吼报废的汽车、碰椅、冰箱、篷布即类的物件，扎起来叫做一摞吼。头起先身份甲婚姻，想讲迄是人无爱滴的物件，摒去路呢。要啊，公车停落来，等车行灯，因才看见讲迄内底毋若粪扫，也有人搭边仔啦、床帮啦，甲迄个披衫用的扫啊吼。一阵看着也是幼稚园年纪的囡仔吼，为路边一只即个旧轿车吼下骹问出来，带头迄个查某囡仔穿一领撩皮皮的，袂输是黄彩叶的 T 恤吼，手捧一顶瓜螺啊吼，行对停落来公车车内，因无要上车，干那是徛伫车窗下骹，双手甲迄顶瓜螺啊吼吐悬悬，目睭掠坐伫咧窗仔边的身份猫看，身份知影即号意思吼，手伸入去家己的即个迄骹布袋，摕一寡烂衫咧出来互因。战争煞要迄时吼，淡水市的民家厝房去1/3，一半的大楼断水失电吼，袂当大。这里边讲到读迟档哟，延迟吼，延宕。读做动吼，动即动的读做动，晃动的动吼，伊嘛有晃动的意思吼，个头啦，厝深远，响亮的声，晃动无准则吼。叫做动吼，自动到呾大部分也未停起吼，就一寡人坐较里边的大条车路边仔，就开始搭了啊，伫遐咧徛起吼。头一天即个去食囡仔转去了后呢，佫有别人行对公车站即边来，哭吼，佫一个囡仔呢行过来伫车身吼，敲两个
新婚回头去看迄两蕊乌色目睭，伊雄雄感觉两蕊目睭甲小妹心姜足像伊小妹叫心姜姜林的姜。还咧丢除的时，伊就听见司机饲喇叭，青灯啊，毋知为警某直直探去市内的即条通灵路呢，也有偌济迄款用回收物所带去食了，还阁偌济囡仔爱守伫公车站等人讨钱公车到固定站落车进前，新婚甲婚龄就闻到要落雨的迄款臭土味。早起新婚去图资社甲地图顶的几条路名拢抄伫手机簿内底。公共电话伫300外公尺远的公园内底，假使因骹步拢无停，拍算摔大雨进前行会到位。伊思着站迄个杨灵书，迄是伊头一摆甲保安警察讲话，听讲为发电所出来头一个月，实际上是审查期。保安警察上爱去找保安警察上爱去找打出額的人相借问新婚真正无想要搁含迄阵插头有够插啊！全身神咧想讲安怎会使赶紧离开淡水市。找无所在大，咱阴暗就和迄阵囡仔做伙去困公车站做去食煲。婚龄甲新婚的手盘掂一下两人行伫大学路的顶仔骹。早前开伫遮的册店、目镜行、皮肤科诊所拢关门啊，剩一间便利店有咧做生意。事上时拢嘛新婚开厝咧安慰婚龄。新婚即时才觉察到家己袂捌落车，就激一个臭面交单。伊有想到即站，煞无心情去回应婚龄的笑科无办法，外口环境遐歹，这和咱伫电台内底听见的全无共呢。头前正月迄个所在看起来是菜市啊。新婚一只手甲铺仔掀开要看路，目尾煞即字袂晓读，真正拍牌我真正哪读哪有准。找无啦即种字啊。目尾刷即字来我打去看恁看哟。结果我今仔日无拄好，甲规个内容拢分享出来，好，所以你看，家己看啦目尾刷，即是毋知安怎读人个咧影着看着啦有两个穿乌衫的查甫人倒伫咧后壁。伫公车顶新婚就有看见迄两个人，因是伫发电所的后一站上车，车顶就也有位因煞徛伫门口，不时车内咧偷看。较落骹迄个光头的查甫人，行伫庄仔路，戴乌林目镜迄个，行点仔加路，离新婚因有10步的距离，因拢穿长远的乌色普罗衫，牛仔裤的裤头。痛，毋知是插啥物家私莫回头，后壁有人咧对。新婚甲婚龄牛我来，细细声甲讲话。两位小姐借问一下，恁敢知影邮局伫倒位？迄个较微长、喙手留两撇的查甫人，前前伫新婚因骹只后，拿画拿下手。婚龄行一条，含新婚交做伙，迄只手做一个催言，因两人甜无听，毋管后壁迄叫，原来大发行
经一条较远的巷仔挖入去，分明看见剩迄个戴乌仁目镜的查甫人停伫个巷仔口，无搁对来的款。若讲因干那是要问路呢？两人毋敢停脚行到七里路，煞撩着迄个落骹的查甫人按正面远的迄条巷仔大步踏我来。找无路的人安尼分两路要甲咱包。大学区的即角全是细条巷仔路，排甲密袂输刣斗。无丢伫行入来即款八卦路，毋知迄两个查甫人要甲因甜到当时，昨暗新婚试策用了真侪摆，到即阵头壳油还咧整，伊毋知家己爱经偌久，总是即时也袂顾得疼，顾袂得疼正平新婚感觉家己的肺根会伫头壳内咧长大，袂输边互人大力开两个碰，伊正较甜力，甲点甲路站落去，倒吞去，险无叫出声。新婚会记得家己头一摆觉察到试策是国校仔迄阵，有一摆因规家伙驶车出去佚佗，中间伫一间庙停落来休困。新婚甲小妹行去庙里秘小车，软入去一个暗灰的空间。新婚毋知家己是安怎会趴伫即个涂骹袂振动，有一个声伫伊头壳的所在咔咔叫甲伊头晕目暗，肺根抽起来，袂输一只大吻软对即个变过去。对啦，即种感觉和当初时共款，互人掠入去发电所进前，新婚罕得用会着试策。规地内底嘛是一半摆才有人来找伊算命，无拍算讲自由了后，颠倒事事爱靠试策来赞助。你是安怎？有要紧无？分明看新婚人咧艰苦，哪甲水管摕出来要拄互伊，毋通顿地紧行。新婚带分明挖去普通大学正门的方向，顺大学宿舍的即个墙围，踅几大链，才行到菜市仔尾公园的即个公园地，看见电话亭了过无阁有别人倒伫因的骹只后。新婚请分明伫边仔小等，家己行入去迄间玻璃包厢，变柜后咧微转。毋过伊知影家己爱量早甲外口来联络，话筒啦话筒咋者？读做党、同、堂，咱就读做同啦新婚请分明伫边仔小等，家己行入去迄间玻璃包厢，变柜后咧微转。毋过伊知影家己爱量早甲外口联络。话筒撒咧，身份证插入去，钱落落，伊有将老爸伫合众国徛家的电话记落来。毋过伊毋免甲手指抱掀开，逐工暗时伊拢会甲即段数字摕出来留。逐暝要困进前，伊拢咧练习安怎甲家己的状况讲互因知。咱所敲的电话号码是空号，请问互详细者。
随身仔甲浸水式网络发明了后，罕得有人敲电话吼，而且电信系统的录音几十天拢毋捌更新吼，一句都也未报煞就，互身份切起来。凡说因刷厝啊，加载身份证也有老爸办公室的电话，上无因公司的同事会当联络因老爸。凡说老爸提早退休啊，去合众国进前，伊有家己甲新疆讲起即个计划。迄阵老爸甲新疆直直招身份做伙去。上无老爸会记咧甲办公室的同事讲，伊阁有一个查某囝伫国外，无定就会敲电话过来。身份混灵喊一声，无捌话头，身份就听见5、6个人脚步声逼我来，有一只手伸过来搭伫家己的肩胛。电话迄个是迄个光头6脚的查甫人，身份证时才看有详细。插伫个因腰间的物件是一支小锣啊，歹势，插伫因腰间的物件是一支小枪。46分，又一个。咱拄则看到讲，即个有人咧倒即个身份甲混龄吼，结果伊要敲电话时阵，电话敲无通嘛吼，空号。结果即当阵5、6个人围我来吼，甲打伊的肩胛吼。电话迄个，迄个人加讲电话迄个是。迄个光头6脚的即个查甫人，身份证时才看有详细，插伫因腰间的物件是一支小枪。歹势，头拄仔安尼雄甲2位小姐借话，拄则恁走甲遐凶狂，阮是惊恁2个会走无去。迄个挂乌林目镜的头对身份甲婚姻回失的，确实即个阿叔。无带一群人早请过来，甲因围伫公园，身份拍算是会将伊纯粹是迄款伫市仔卖假牌随身仔的人吼。原来毋是啥物好卡笑啦吼，毋过袂去害着人的性命吼。好，来伊讲，咱顶头搁来个吼，人叫我2撇喙手，你后壁迄颗吼，号做光头。
我看目镜，即位是陈新芬小姐对无？阮顶时有代志要和你参详。因毋是警察，因是专门要来找家己身份了解着即两件代志。两撇喙手爱光头甲后壁死个细汉的，甲家私插好。毋知这是表明因无要用强的，还是不管是就会使用强。毋是警察，这表示讲因也爱顾虑着总机关的反应，专工来找家己，这表示分灵有机会通走脱。身份按算先甲因印好，连皮含分灵阁让芳分两路行出去。即阵人定着会来约家己即边，分灵就行去较闹热的大条路呢，化救人。为伫这个淡水市吼，除去警察无人会当驶车，即阵人走袂远。恁大知影我的名，咱敢有熟悉？身份轻轻仔甲倒手刷去搭伫鬢边，滴做是要甲目镜瞧好，看迄颗两撇喙手的面。迄我毋好伫遮讲，恁若有闲就来阮办公室行一逝，泡一粒茶嘛。两撇喙手听着有一时仔袂爽，身份毋敢含伊甜伤久，伫心中暗念要走对倒一边才好。毋过鬢边的回应拢是着一个吼，歹结掉，身份想无，敢讲试测也会无效去。着一个袂，身份无聊想着，迄也算一条问题。听一个人徛袂在，听一个人徛袂在吼，去平伫即电话亭倒边迄个玻璃吼，身份无认为讲脑筋逼断了后，人佫会当活落去，照即个说，伊极加吼。剩一条问题的机会，敢讲阮着对因去，着两个，无定着伊的反悔。两撇喙手甲光头吼，带因行去公园对面巷仔路内一间楼仔厝，无到200公尺的距离吼，无怪即阵人会当遐紧着录到即个身份甲分型。迄间楼仔厝5层楼。大米色的泰鲁，50当前淡水市事件的设计。楼仔厝的一楼最店面是一间卖卤肉饭的店。看恁要坐倒位，菜单桌顶拢有。两撇喙手甲光头，因规定人行入去店里的时呢，卤肉饭店的头家咧无用沙青菜、剁骨头肉。内底的人客看着拢是边仔普通大学的人客，无一个人举头甲因应一个，参一般做食食的店头无共。即间卖卤肉饭店仔有开放即个地下室的位，楼梯落去会看去倒边有一只4门工业冰厨。两撇喙手拍开正边下骹的铁门，腰搭入去。当时啊，冰厨内底的铁棒会使佫啥？一字不要读，会使佫拖去边啊，就对了吼。佫一扇门现出来吼。冰厨的铁门伤细吼。一届干那会当放一个人入去，身份着对伫分灵骹只后，冰厨后壁是一间房间，内底摆3桌，会使坐10几个人。跋骹的代志，跋骹是啥物意思？跋骹的代志，身份毋捌吼。跋筊啦，我歹势跋筊咧。跋筊的代志，身份毋捌吼。发电所的人要签牌，会先找伊倒影，是讲伊看到正中央的豆仔盘甲4边的牌仔路，也知影讲迄是人拍麻将的电动牌桌啊。冷气下骹的壁顶有挂白板，
铁架仔顶有几盒即个科技啊，科技还是啥？科技啊，是啥意思？这是人摆缴的所在吼。拍算原底也是地下室的一部分，到落尾才用砖仔架起来。新婚发现魂灵徛伫房间的门口，掠第二四门后壁一个所在直直前，规个面青顺顺，顺迄个方向照过去吼。新婚才看见壁顶有挂着联邦党的山海旗，伊知影讲魂灵无想要和迄群人搭甜。魂灵捌和新婚讲，因兜几若代拢伫淡水市。百外当前城门还袂拆的时阵，因祖公就储蓄的蓄啥物读？序读做曲哦。来，讲百外当前城门还袂拆的时阵呢，因祖公就续一间厝伫中兴区。隔开进前，因老母定定甲遐一楼的空间借互联邦党咧办演讲会。机关反的迄阵呢，因兜走袂离，隔开一年，规家伙啊就互警察抓起来，想来就是受联邦党的牵拖。所长的代志掠外，身份毋捌和联邦党有啥物过关，还是交叉？过关交叉，过关，查一下即个词。KOAINN 第8条，加关啊，无看到。讲所长的代志掠外，身份毋捌和联邦党有啥物过关，还是交通，斟酌甲想反射，还毋捌有较妥当。好啦，读到遮啦吼。搁读落已经忝7个。今仔7个几号？2号。读到第12页。所长的代志掠外。好，今读到遮哈。好，今仔日呢？我咧看你的写的科技啊，无人，华语个错嘛，过关。OK， 好 ，OK， 这一寡台语我拢看无个。好，来，关房吼，感谢。